最後，我要衷心多謝一班弟兄姊妹。幾日前係我信主32週年，喺呢一度我未必能夠代表所有嘅弟兄姊妹，但係我以我32年喺教會嘅生活，幫你哋一齊經歷過大大小小嘅波浪，相信我總可以代表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喺呢一度多謝你哋，多謝一班。多謝一班教會長老，多謝一班喺教會中專心嘅弟兄姊妹。我係真心欣賞你哋盡心盡力愛主愛教會。而我最要提到嘅，亦都係我最要感謝嘅，就係你哋心力交瘁咁樣嚟保護教會，保護呢個家。忍受咗好多嘅艱難，啞吞咗好多嘅辛酸，好多不得伸舒嘅壓力，仲有身心靈計不清嘅攻擊。你哋耐着、笑着，繼續向前。親愛嘅長老們，無論人點樣講，我哋相信我哋所睇見嘅，我哋相信我哋所體會嘅。多謝你哋喺心靈、身體上嘅堅持、親近主、禱告，同埋為愛主而有嘅熱心、敬虔嘅生活。多謝你哋為主，為我哋堅守咗榜樣。我深知道你哋係可以過住不一樣嘅生活嘅，但係你哋選擇咗走呢條十字架嘅道路。多謝你哋，因為我哋每日都係享受住阿爸寶貴嘅親情，幫主情愛嘅生活。我哋都因為認識真理而得着釋放，得到甘甜同埋快樂。多謝你哋。專心嘅弟兄姊妹，我恨不得認識你哋每一個，想擁抱你哋每一個，俾你哋知道我哋係幾咁珍貴你哋，欣賞你哋。多謝你哋出錢出力，用心喺我哋嘅身上，為我哋去諗，為我哋去做。我哋未必明白你哋有幾攰，有時你哋喺香港，有時你又唔見咗。可能喺中國，可能喺非洲，即係話你喺香港睇見你哋，我睇見客旅嘅人生。呢個時候，我更加想握你哋嘅手，講一聲，我真係好寶貴你哋。一刻暫停心進來，環繞身邊，驟然不精彩，處處路途變崎嶇，灰心無助，欲掉眼淚。何不這一刻停下腳步來，留心去細找下雨天可愛，原來每個故事也可找到愛。抬頭望穿睇個中心嗰條景啦，搣出兩邊。右嗰邊啊，係右嗰邊先。咁樣嗱，有你就揾個兩個手指頭。唔該，錄低教學啊。你咁同時過嚟。嗱，唔好夾實喎，快調支好遠啊條，就未必。好難射呢條。
咁你拉佢，不過你唔好叫佢實晒，就可以拉佢。好難，好咁樣拉，好難飛呢。哇！驟然不精彩，處處路途變崎嶇，灰心無助，若掉眼淚。何不這一刻停下腳步來，留心去細找下雨天可愛。原來每個故事也可找到愛。抬頭望穿透後雲，雲後熱烈光如愛，人無懼冷雨嚴寒，人愛永在。在患難裏學會堅毅自強，更會珍惜所有。原來雨過後晴空更精彩。抬頭望穿透後雲，雲後熱烈光如愛，人無懼冷雨嚴寒，人愛永在。在患難裏學會堅毅自強，更會珍惜所有。原來雨過後晴空更精彩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